歐洲坐河船就聽得多啦，但係其實香港近近地嘅湖北都有一個好值得嚟嘅長江三峽，喺距離香港4個鐘嘅高鐵湖北上船，一樣可以睇到好似瑞士咁靚嘅河道景色，探索 UNESCO 世界級景區，甚至近距離見到罕見嘅金絲猴。3個米仲可以去白帝城朝聖，探索千年古鎮。跟住落嚟5日4夜，我就會坐住呢艘全新嘅5星級河船長江探索號玩長江三峽。航線價錢呢就由港幣11000蚊起，因應翻季節、航線同埋房間種類而定。咁我已經喺描述欄嗰度放咗 Jet Tour 嘅行程資料，有興趣呢就可以 click 入條 link 度自己望下啦。呢個 trip 咧，我仲帶嚟咗一個新玩具，就係 Insta360同埋 Leica 聯手設計嘅 Ace Pro 2。呢部相機咧係影到8K 超清嘅畫質，4K Zoom In 變焦都依然咁靚，升級埋夜拍模式畫質。而呢部相機咧係特別啱我哋呢啲中意自己去旅行嘅人，有 Flip Mon 方便我自己去構圖。充18分鐘就可以回復翻80% 嘅電，又有內置 SD 卡，唔使再驚呢成日話部電話冇電，容量爆棚啦。登船嘅港口喺宜昌，咁到埗之後，長江探索號呢就安排咗專車接送同埋託運行李，真正可以兩手揈揈出發參加郵輪公司安排嘅岸上觀光團。喺宜昌呢，第一個必訪嘅景點就係呢個三峽大壩啦。咁如果時間充裕啦，我都會推介大家去三峽工程博物館，再加移民紀念館，你先至可以好完整咁樣理解到呢個世紀工程嘅壯舉。三峽大壩係用咗超過10年長年累月嘅時間去建設，咁主要嘅功能呢，就係防洪同埋發電。佢全長2309米，係相當於6.5個香港青馬大橋咁長。咁而三峽大壩每年總發電量係足夠香港用3年咁耐啊！不過要成就咁偉大嘅工程，背後都伴隨住沉重嘅代價。直到今日為止，有超過120萬人係為咗呢個水壩建設而要離開自己世世代代居住嘅家園。呢個4米深嘅水底古城複製品啦，就係俾你睇到以前長江嘅面貌。當年好多鄉鎮古蹟隨住水位上升，永遠沉咗喺水底。大家想了解多啲呢段歷史呢，不妨睇下《淹沒》呢套電影。宜昌仲有另一個好標誌性嘅歷史文物，就係屈原寺啦，係喺唐朝興建，用嚟紀念詩人屈原嘅。而屈原寺呢，其實屬於一個搬遷戶，為咗避開水壩工程，將佢完整咁樣搬翻嚟屈原嘅家鄉秭歸。我第一日嘅行程咧已經非常之豐富啦，我翻到嚟真係要嘆杯酒唞一唞。食完晚飯咧，我哋隻船就正式開始今晚嘅重頭戲，過三峽大壩。同大家分享一個冷知識啊，長江探索號咧係全球第一隻依照三峽大壩升船機通航標準上限度身訂造嘅豪華郵輪。咁有啲咩咁巴閉呢？長江上面咧，其實90%嘅郵輪都係冇得沿船過壩。一係要落船轉巴士，或者咧係直接繞過呢個行程 skip 咗冇得睇三峽大壩。咁但係長江探索號咧就係少數可以沿船直過嘅豪華船，透過全球最大嘅升船機啦，好似坐緊一個水上電梯咁，40分鐘咧就可以極速過壩。可惜啦，今次我呢個航線呢，就係撞正隻升船機要維修，咁而要改用5級嘅船閘，時間呢足足變咗4個鐘。咁但係咧，郵輪公司就係特別安排夜晚嘅時候先至過閘。咁但我哋可以拎住杯酒喺甲板啦或者露台房嗰度，見證住真正嘅水上船高，睇住成隻船慢慢升起，嗰種震撼感咧，真係要親身嚟到感受過先明白。
第二日咧就係早出晚歸，全日去玩神農架。咁呢個區咧面積係等於3個香港咁大，9成咧都係森林。咁而最特別咧，傳聞呢度係有人見過野人出沒啊！有唔同嘅科學家咧都特登過到嚟做研究，的確發現咗好多疑似野人嘅蹤跡，例如巨型嘅腳印啊，唔屬於人類嘅毛髮啦，同埋糞便。咁過咗好多年之後啦，其實大部分人都對呢個新聞不了了之㗎啦。但係竟然有人鍥而不捨，就係呢位仁兄啦，一路深居喺神農架，為求就係見到野人嘅真面目。咁雖然咧最尾都係冇發現，但係佢自己咧就神農架係世界上罕有得到3個 UNESCO 認證嘅景區，有山有水有瀑布有熊貓，仲有國寶級嘅金絲猴，全中國咧都係得返1000幾隻咋。神農架嗰啲風景啊、博物館，咁你喺其他航線啊都有機會見到嘅。咁但係嚟緊我哋準備進入嗰個區域呢，就淨係得長江塔索號獨家嘅。呢個區域呢係屬於科研嘅保護基地，平時嘅旅客嚟到呢係冇辦法入到去噶。而今日呢，長江探索號就係獨家嘅安排，先可以俾我哋咁近距離見到咁罕見嘅金絲猴，非常之難得。喺神農架入邊咧，其實仲有一個景點神龍谷，我自己係好期待㗎。喺海拔3000幾米嗰度打卡。咁不過今次天氣影響啦，所以淨係見到雲頂，而且上嚟咧其實都幾大風㗎。好彩 Ace Pro 2配備咗可拆卸嘅防風罩，收音咧都依然咁清晰。呢個神龍頂咧其實有1年280幾日咧都係咁樣嘅景色，所以要睇到啱啱張相咁嘅畫面咧，真係講彩數啊！船上面嘅員工咧都 share 翻之前航線睇到嘅神龍谷景色，真係非常之靚啊！如果大家有機會見到咧，都可以留言分享俾大家睇。第3日啦，晨早流流，大家已經搶佔咗甲板最靚嘅位置，因為我哋隻船呢，即將要穿越成個長江三峽最精華嘅航段武峽同埋姜塘峽。呢度嘅景色咧靚到係連古代嘅詩人都忍唔住為佢寫詩，好似李白咁啦，佢當年就係搭船經過呢度，為我哋寫下咗千古名句。每次落岸啦，長江探索號咧都有唔同嘅岸上觀光團可以俾我哋揀。咁而今次咧，我就揀咗去白帝城嗰個朝聖啦。呢個行程咧都要少少體力，行365級嘅台階。放心喎，啲景點咧其實都好顧及到行動不便嘅旅客，有得付費坐轎夫嘅服務。單程上去咧都係講緊人民幣120啫，舒服啲，又可以體驗埋傳統嘅文化。白帝城大家最熟悉咧，應該就係《三國故事》入邊嘅白帝城託孤。劉備當年戰敗之後啦，就退守到白帝城。佢知道自己時日冇多啦，就喺永安宮度將個仔劉禪交託俾丞相諸葛亮，所以先至出現咗呢個故事。心水清嘅觀眾咧，應該都估到啦。其實白帝城託孤嘅故事係發生喺另一個地方永安宮。咁但係我哋依家身處嘅白帝城啦，依然係原址原貌。劉備啊、諸葛亮、李白都嚟過呢個位置，咁所以好多三國迷咧依然會特別嚟到呢度朝聖。而且喺白帝城上面仲可以俯瞰到成個巨塘峽，君臨天下嘅視野，亦都係中國10蚊紙幣上面嘅景象。
啱啱都提到啦，長江探索號落岸其實都有幾個岸上團俾你揀，冇去到白帝城嘅大部分都揀咗去登山，想去三峽之巔。一開始咧，其實我都好猶豫去揀邊個行程玩，無論係白帝城或者三峽之巔都係好吸引，一個睇歷史，一個睇景，所以我就特別咧揾嚟咗一個去咗三峽之巔嘅人嚟同大家分享下，就係我房間入邊嘅小管家啦。呢個咧就係又漂亮又年輕，我的小管家阿麗。呢啲相呢都係佢親身影翻嚟分享翻俾我，沿路啊同埋上到山頂睇到嘅一啲景色。整個安排咧，佢都話好輕鬆嘅。探索號咧已經安排咗專車送到山頂附近啦，行20到30分鐘就可以登頂，欣賞到成個峽灣嘅景色。郵輪呢選擇的時間大多數是集中於錯峰的，錯峰的話就是與其他的郵輪進行錯開時間。那我們可以先登上去了過後，那我們欣賞到的風景就是最美的，然後人頭也不算特別多。今日郵輪公司咧，亦都有岸上觀光活動揀石寶寨或者係西陀古鎮。如果嚟到唔知點揀呢，你都可以問翻長江探索號嘅小管家，佢哋可以幫你詳細咁樣去作推介。咁仲有另一個好貼心嘅服務啦，長江探索號上面嘅員工啦，同埋落岸玩嘅導遊都可以用到英文去溝通同埋講解，啱晒好似我呢啲普通話平平凡凡嘅旅客。好似我今次呢個航線，其實都幾多外國人參加。喺今日呢個西陀古鎮呢，我亦都選擇咗跟英文嘅團去玩。喺呢個古鎮入邊，我哋將會體驗穿越千年嘅生活感，坐住當地人日常用嘅小渡輪登岸，再沿住山路登頂，沿途咧都見到最真實嘅民生畫面。眼前呢條望唔到頂嘅雲梯街啦，足足有幾千級嘅階梯，兩邊咧都有保存得好完整嘅古建築。呢個古鎮咧，千年以嚟都係一個重要嘅轉運口岸。大家幻想下啦，以前古代嘅鹽工同埋樵夫就係孭住8斤重嘅貨物，一級一級咁樣行喺我哋依家行緊嘅石級，將鹽同埋其他必需品運到去中原區。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呢個行程啦，因為呢度一啲商業化感覺都冇，反而周圍咧都有好真實嘅傳統生活氣息，節奏慢活又深入，好適合咧幾代人一齊嚟體驗下。話咁快5日4夜咧就嚟到尾聲啦！今次呢個旅程嘅靚片咧，多得 Insta360 Ace Pro 2嘅幫手，簡單易操作，拍片剪片都減化咗好多功夫。有冇觀眾都係用開 Insta360 咧？歡迎留言分享你拍攝同埋剪片嘅技巧。而諗住入手 Ace Pro 2嘅咧，都記得喺影片描述欄度攞埋嘅優惠先買啦。最後，如果大家都揾緊一啲短途又舒適嘅中國 trip， 嚟香港咁近嘅地方就有咁精彩嘅河船體驗，又會唔會吸引到你嚟試下呢？下條影片再同大家分享下今次我坐長江探索號2嘅船上設施同埋體驗。咁我自己咧都嘗試爭取緊一啲同 Jet Tour 嘅預訂優惠。希望大家咧可以幫個手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留言心心嘅 emoji， 越多人支持，相信成事嘅機率係越大㗎。希望下集有更多嘅好消息同大家分享啦，下次見。